全台湾的天气拢悬死死，而且中南部的温度竟然是比北部较低。云林高客的荷包干那7度2，嘉义南投高雄嘛干那8度。也若是这山区武陵农场是降到零下1度2，花园结冰出现冰条。到今仔日日时的时阵，这温度虽然是有较温暖小可，北部嘛总算出日头啊。这2天拢是一款好天气。不过这后礼拜要来的冷气团，无排除是会达到寒流的顶级。拜三开始愈来愈寒。冰架顶冰条顶来，敢若是美丽的冰晶宫，一个花草雄雄激动，和冰雪封存。透早日头一照了，4节正水。着着冷气团来武陵农场，透早上气温度零下1.2度，形成一个美丽的风景。因若全台湾遍地上气温度是伫2度的东引，只个若6.5度；本岛上气温度是伫云林高客荷包，只个若7.2度。嘉义南投甚至高雄拢降到8度。明天呢，因它持续的增加，那整个西半部地区温差都会比较大，特别是中南部地区温差会大到10度以上。这边带着冷气团，全台湾人家拢真有感觉，特别是中南部的气温比北部还佫较冷。经气象局长陈明典讲，这边高雄、台南上气温度拢上榜，应该是第一遍，是因为辐射冷却影响。云嘉南高雄这边就变成是背风涡旋，叫背风劲风期的地方。除了晴空以外，再加上劲风，那就在这个地方的辐射冷却的冷空气比较容易聚集。今仔日温度小可回升，早起台北市出日头。到礼拜日天气拢会较烧热，不过后礼拜也有另外一波带着冷气团的来。后礼拜3开始影响较明显，中度跟这边差不多，有可能到寒流的顶级。目前报是相当伯仲之间的强度，台北气象站低于10.4度，这也不能说完全排除。全台湾温度降落来，气象署讲，玉山、合欢山拢有落雪，真侪人一早起就去合欢山砺雪，不过车真侪规拢塌掉的。警方是一直赶人。另外，南横公路东段在200105线37 K 部分路段路结冰，公路局伫早起7点有警性封闭，维护行车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